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地，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的羊。今仔日恁着听伊的声。羊99到底平安，拢受羊条保护。上帝毋愿咱每一个人迷路，咱来吟圣诗137首，羊99到底平安，咱起立来吟。上帝，你疼阮，你毋愿阮迷路，甲你相离。你的保护拯救阮脱离黑暗，我嘛要受你的管教来跟对你，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们。请坐。咱用启应的方式来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文25篇，诗篇103篇。启应文25篇，诗篇103篇。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你以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大款好米，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实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事啊！伫伊掌权，大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我用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创造阮、保守阮、无永远的主。阮是你的百姓，是你的羊。即时刻，阮放落阮即礼拜的无闲，嘛放落阮心内侪侪也无法度解决的代志，做伙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阮要学罗你，因为你是有灵敏、有稳定、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你知影阮的软弱，嘛知影阮生命中每一个重担。你无弃杀阮，你永远用慈爱找找阮，用稳定扶持阮。阮为着这要来感谢你，慈爱的主，我嘛要伫你的面前安静反省阮家己。阮承认，伫过去的日子内面，阮常常讲阮家己信靠你，但是阮心内真正倚靠的是阮家己。阮再在意人的眼光，超过你的旨意。阮互每一天的生活来影响，直到袂记你甲阮伫地。有时啊，阮知影做啥物是对的，但是阮无勇气去做。阮知影应该疼人，但是阮永远选择冷淡。知影应该爱饶恕，但是阮心内永远
毋肯放手。我嘛定定用家己的标准去看别人，煞袂记哩，阮家己拢总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求你赦免阮，也求你互阮的悔改，毋敢若是喙里讲主啊赦免阮尔，是真正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真心悔改。当阮的心，互侪侪的声扭出来时，求你互阮搁一摆听见你的声。当阮毋知要军队啥物、军队啥人的时，求你互阮会记哩，阮是属于你的人。主啊，即摆求你互阮的心安静落来，等一下，当你的话向阮拍开的时，求圣神伫阮的心内做工，摕掉阮的骄傲，摕掉阮的固执，互阮毋敢若听家己想要听的，是真正听见你今仔日要对阮讲的话。若是你的话安慰阮，求你互阮领受；若是你的话要提醒阮，求你互阮警醒；若是你的话要责备阮，求你赐予阮谦卑悔改的心；若是你的话要呼召阮，求你互阮会用回应你的勇气。主啊，伫即个世界有侪侪声音会得到阮的注意，阮的忠心，甚至是阮的心。恳求你保守阮，互阮会用认得你的声，也互阮一天搁一天，搁较知影，阮是属于你的。愿阮今日的敬拜，毋敢若是来到礼拜堂完成一届的聚会，愿阮伫遮真心拄着你，嘛真心甲家己交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身引带下面的敬拜，互阮所念的、所听的、所想的，拢得到你的感纳。愿一切的荣光拢归伫你。愿安尼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阿门。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请咱会用分开圣经。圣经启示录13章11节到14章的第5节，启示录13章11节到14章的第5节，记载伫台语和日本新约圣经的292页。我阁看见目只兽对地里起来，有2支角，亲像羊羔，伊的讲话亲像铃，阁将头一只兽的拳拢行伫伊的面前，阁互地甲徛起地上的人拜头一只兽，就是迄只拄着治到死的伤，阁得到医好的，阁行大圣者，甚至伫人的面前。互火降落地，阁对伊所得到行伫兽的面前遮的圣者来骂下徛去地上的人，甲徛去地上的人讲，甲迄只拄着刀伤游玩活地兽做上，阁有权互伊通用活气入伫兽的上，互兽的上话讲话。也互见若无拜兽的像的拄着杀，伊也互众人无论大小、好野、丧香、自由的、做奴仆的，拢受砍用的记号，迄是伫正手，也是伫头额。
人若无迄个坎用的记号，就是收的名，也是伊的名，少爷就袂得到买卖。知识在伫遮，有聪明的，就算受的少爷，因为是人的少爷，伊的少爷就是666。第14章，我阁看见羊羔徛伫巡山，甲伊伫地的有144000人，拢有羊羔的名，甲伊的爸的名写伫因的头额。我听见对天有声，亲像淙条水的声，也亲像雷大弹的声。搁我所听的声，有亲像大琴的在弹因的琴。因伫座位前，也伫4个画面甲长老的面前，所吟的亲像新的诗。迄个诗无人会学习，独独对地上所买出的有144000人的领定。遮的人是毋捌着女色的，是贞洁的人。遮的人是缀羊羔。无论倒位去，即个人是对人的中间受买出，做起头式的果子，献互上帝甲羊羔的。因的喙无白贼，因是无下词的。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搁去行的。接下来青年团契要来学老，因学老的诗歌是。原理国降临，俄罗斯请科博士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你要扛啥人的瘾？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有稳定甲带领，互咱会当搁一遍伫伊圣的所在，同心来敬拜伊。你们刚刚有笑吗？人家我会全祷告有提醒哦。咱敬拜上帝是欢喜的代志，嘛是荣耀的稳定吼。所以咱逐摆敬拜上帝，拢用心性吼。我靠信心甲真理吼，用欢喜的心甲笑容吼，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伫进入今仔日的信息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分别教会最圣的阿爸的上帝，阮谦卑来到伫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阮。虽然伫这个世间，阮没有天天都在过好日子，但是阮知阮是有上帝同在。会当有平安的信用来帮助阮来面对，阮搁一遍将阮放伫你的话语的内面，求你甲阮同在，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带领，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要看什么人的印？你要看什么人的印？兄弟姊妹，这个题目吼，对伫世界来讲吼。看什么人的印，可能不是一个真重要甲关键的代志吼。那你如果说那是伫信用内面要转换伫咱实际生活顶面吼，大概能够对应出来讲，那你是拿哪一国的护照啦？是这个意思啦，就是你摕倒一国民的护照，对吧？就表明你是倒位的人嘛。不管是什么国家都一样，对吧？阮前一站吼，伫着休困吼，去到伫欧洲吼，所以阮爱摕什么款的护照？当然是属伫中华民国台湾吼，这款的护照吼，大家欧洲人看到你的护照就会让你什么通行这个国家我熟悉吼，他就可以通行吼。你要看什么人的印？这个是要看互什么人看的？护照是拿给谁看的？我先问嘛。护照是摕互什么人看的？对嘛，你要给海关看嘛。你要看什么人的印？这个印是要互什么人看的？哈？好，互主看的嘛，互上帝看的嘛，对吧？所以，伫信仰的内面，你拿信仰的哪一种护照很重要。好，但是伫进入今仔日的经节进前吼，我要提另外一段伫新约内面马太福音书第24章吼，先来甲大家讲起吼。马太福音第24章吼，前我有讲吼，它是被看作是小启示录吼。为什么是被看作是小启示录吼？因为的24章的讲完吼，所有经过的几乎是启示录这本册的所有的概念啦吼。所以伫这个内容吼，你若是要行圣经吼，你会当对咧小看一下吼。我帮大家摘要吼，门徒来到学生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问讲：主啊，你搁来的时阵吼，甲世界的末后吼，会有啥物掉头吼？有什么预兆吼？有什么征兆安尼意思吼？个耶稣无随时吼，耶稣这个老师无随时甲伊讲，会有什么兆头什么兆头哈？伊第一句话吼，我今天只跟大家讲马太福音24章吼，耶稣头两句话，头两句吼，前两句话，头两句话，一个是讲啥？恁着安怎？谨慎嘛，好，那我们就要问啊，是安怎面对末后的世代吼？学生在问老师有什么征兆？结果你跟我谈态度，对不对？我在跟你谈什么？你在跟我谈什么？我在问你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耶稣这个老师安怎？
你跟我讲态度，谨慎算态度吧？谨慎应该不是一个物件，对不对？谨慎是咱的态度吼。所以是安怎老师是用第一句话是用讲恁着谨慎来提醒伊的学生。那安尼，咱嘛是耶稣的学生，咱着爱思考吼。啊是安怎？是安怎？老师吼，耶稣吼，会用谨慎来做提醒，因为第二句话，耶稣就要讲原因。因为第二句话是啥？免得有人要害恁。这是学生真着急，想要知影吼，我要掌握世界的先驱势，我要先掌握世界，对不对？的新闻，我才能够干嘛？我才会当做大，对吧？我才会当做头，对吧？吼。结果耶稣先甲因讲，恁着谨慎。爱谨慎的原因是因为有人会迷惑，什么人？飞机倒倒吗？无道友吗？毋是，是迷惑什么人？迷惑信上帝的人。遐个人，即马是什么人？就是咱，我甲你，咱正教会，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所以要迷惑的意思，讲白话文是什么意思？会被骗吗？应该跟骗这个字有关吧？嘿，给你骗嘛，那你才会迷惑啊，对不对？下一个动作才是骗嘛。啊，是被骗什么？骗钱哦。敢是？钱搁赚头，啊骗名声。我换个工作重新再来，还是骗感情？没关系，下一个会更好，是这样吗？所以敢是咧骗遮的。遮会检，我头拄仔举的这三个例吼，检测会互咱足艰苦心的吼，咱若是拄着，实在是艰苦心。但是耶稣咧提醒学生的讲，恁爱注意，因为恁会受骗。特别是什么代志会受骗？是恁的信用会去互人欺骗。伫信用的代志顶面，属伫上帝的真理甲代志的顶面，教会爱细致爱谨慎，因为会有人要来甲恁骗。所以信用去互人骗去吼，是性命上大的损失。安尼咱就爱问啊，什么叫做信仰会被骗？啊，我不就是信得好好的吗？所以信用倒一个部分会受骗。那伫这个细节甲故事内面吼，伫咱顶礼拜吼，12章一直到13章，耶稣就是透过约翰将刷下来会发生的细节，安怎说明甲交代清楚。所以教会当然爱读启示录啦。啊，那讲无好是牧师的问题，毋是恁的问题，知无？吼，爱放心，爱平安。教会一定爱读启示录，因为耶稣把细节告诉我们了。你要防范的不是小偷，是小偷，是信仰的小偷。你要防范的是一般的骗子吗？不是一般的骗子，是信仰的骗子。啊，你要防范的是什么？会互你失去永远的活命的代志，会受到欺骗。那这件事情呢，是安怎？教会会受到欺骗，啊，就世界拢将宗教安怎，拢分互好势啊，信什么神明拢安怎，大家都各就各位了，不是吗？但是耶稣伫遮提醒教会是讲，他在讲的不是诸宗教，伊咧讲的是真神，伊咧讲的是真我上帝。是安怎教会会伫这件代志受到欺骗呢？好，那所以我们当然就要进入到细节。坦白讲，我要讲一个读圣经的人的感受。耶稣若无讲起着遮的吼，其实你哪会知影魔鬼要安怎甲你骗，对无？但是兄弟姊妹，咱已经读过启示了吼，你嘛加减吼，你袂讲100%你有把握吼，但是加减你嘛知影魔鬼会使出什么手段，对不对？多少嘛？好歹知道他会骗你啊！啊，至于怎么骗，你是怎么被骗走的？吼，这个就是咱每一个人受到的功课甲挑战，无共款吼。所以启示录14章吼，清清楚楚的，除了编剧自己可以知道故事的剧情，教会有一个稳定，因为你会知道魔鬼用了什么手法欺骗教会。
读启示录，你就真清楚啊。所以你看这的线索吼，你应该会真清楚楚。进入了到今仔日的13章吼，因为前12章已经讲过着灵，嘛讲过着第一只兽，对不对？今仔日要讲第二只兽吼，所以一龙两兽形成一个啥物？伪三一上帝吼，假上帝。所以你着爱清楚吼，你若对即个真活的上帝，你无真深入的认捌甲了解吼，迄有一个真亲像上帝的出现吼，你会傻无？你敢知？兄弟姊妹，教会会傻无啊？虽然我不能够，我实在是每次要举这个例子，我都是会很小心谨慎，也会很痛心吼。但是我还是不得不举吼，因为包含我自己跟所有咧团讲起着福音的遮的团的这样吼，唔干啦习惯了，只是我们的身份看起来相对明显，唔是有挂卡来拢是团工经理的好无食，恁敢知？讲起了这当然真伤心，但是我甲恁同款，因为我也在各教派这样子行走。也是在那敬虔，我没有假装敬虔，我是真心敬虔。底下咧感受真实的上帝，永远的上帝是啥物？但是我嘛家己有一个真深刻的体会，不是挂卡来，拢一定是真实上帝。这个词汇我实在是很难精准的表达。那我又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又会伤到同道之人吼。唔免客气啦，坐较头前诶，唔免客气。好，但是这就是教会其中一个吼，其中一个尔，你唔通甲讲，敢若牧师有假尔，信徒嘛有假，兄弟姊妹，信徒嘛有假，真恐怖。因为伫头前7间教会内面，对牧者、对长老、对信徒，形成整个教会，拢有安怎？拢有被插伫中间嘛？有的是真的假，有的是假的真。有的是魔鬼撒旦的作为，有的是人的心受到安怎影响，煞行魔鬼的道路吼。所以灵甲兽，伊要提醒的是讲，坦白讲，你真的以为真的有一只龙跟2只兽出现在古亭教会，你就说啊，这个是假的上帝？不是啊，这是一个象征，一个提醒，一个提醒吼。伊会用这种诠释，这款黑暗的关系，伊会用各方面的手段、甲方式、甲思想、甲行做，来安怎假准啊，亲像真的上帝，从你的身心灵体各个面向安怎样来甲你欺骗吼。所以咱当然得爱来思考，有2款人吼，会去互情的灵甲情的受所迷惑吼。第一款呢是无熟悉上帝的世间人，会因为看到这个神迹奇事，感觉到安怎？哇 ，amazing， 太神奇了！所以心会安怎受到影响甲吸引嘛？这是第一款有可能认袂出真实真活上帝的可能性。第二款是安怎？有信，但是无真熟悉真理的信徒，会受到安怎欺骗、迷惑嘛？会受到欺骗，是安怎咧？为什么我敢这样讲第二句话？我本来只想放第一句，但我想说，那写第一句话吼，迄基督徒就会失去警觉心，敢若袂输，这甲咱无关系，咱有信上帝就好，就准拄煞。但是咧，今仔日的内容就提醒教会。耶稣透过到约翰所写落来，在提醒教会是安怎安尼讲？因为今仔日的经文，直接讲起着侪款的征兆吼，迄拢是对真理、对圣经一知半熟的人才会摇摆不定吼。咱等者就来看第一款的特征，因为这已经是第2只吼，顶礼拜讲的迄个是海兽吼啊，就用地跟海来区分这2只兽不一样吼。啊，你莫想讲到时迄真正吼是一只那亲像兽安尼出现吼，啊，你才判断得出来吼。你信用的心吼，爱常常
把它磨亮一点，敏锐度要拉高一点。第一款，这已经是第二只兽啊，伊出现的形状是啥物？两公仔亲像干啥物？杨哥吼讲话亲像啥？灵啊！啊，伊会安怎行技术袂吓人？啊，敢若有权柄吼，有权柄。光是第一句话，两公仔亲像杨哥吼，即个是咧讲啥物人？哪亲像啥？哪亲像基督啦？对无？啥物款的世间人，伫世间倒一款人会讲起着杨哥来形容伊的神，因的上帝，敢若剩教会尔，对无？是吧？所以即个要欺骗的对象是啥物人？是教会。所以你莫看到迄亲像基督的吼，就掠做是基督，因为它的特征就是模仿，模仿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安怎就成的，就成的，但是就成的本质顶面不是啦。所以我给他一个词汇吼，因为我现在都还没有想要用神学的标准字眼先跟你们谈，我先用白话文的概念，先帮我们建立一个基础。伪基督吼的亲像基督，但却不是基督本身。外表形象关联哪亲像基督，但是却不是安怎，却不是基督。好，所以伫遮咱就爱去掠，那安尼耶稣伫咱生命中的形象，甲你对耶稣的认识是啥款？是啥物款式？咱就爱转来到伫四福音书吼，四福音书内面来敲锤耶稣所做的代志。耶稣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38节伫遐咧讲过，因为伊面对伊的时代，侪人已经亲目看见耶稣所做的代志，但是心内却毋安怎，无相信伊是对上帝来，对无？所以耶稣讲：你若是无相信我所讲的话，就爱看我所行做的代志。好，兄弟姊妹，恁敢有看过耶稣所行做的代志？敢有？无亲目看见耶稣做啥物代志，但是有看过耶稣的门徒、信徒、教会继续行做上耶稣所做的代志。但是咱上无最起码，咱会当讲出耶稣伫即个世间，伊拢咧做啥？哈？教导师，啊，阁有咧，医病嘛。赶鬼嘛，对无？无看过，我嘛安怎知影耶稣有行过遮的代志？啊，耶稣行过遮的，啊，搁安怎陪命做罪人的安怎？对不对？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嘛，为咱世间人定死伫十字架顶面，对无？互咱会当伫上帝的面头前，真做无罪的人。嘿，这耶稣所做的代志，所以咱若是无亲目看，虽然无亲目看见，但是咱有读过耶稣所做的代志。伊所做遮背后的代志，目的是为着要啥？要拯救人，要安怎？要疼人。这个原则抓得到吧？啊，是耶稣做遮的代志，是为着要甲你教死人。以前人讲台语发音无好吼，对，耶稣伫山顶教死人。在我国小在讲台，在下面当基督徒，听那些老牧师们讲的玩笑吼，讲恁遮的台语吼，教字吼爱用力吼。林鸿信老师讲，恁遮的新学生吼去教会讲道吼，台语吼，你慢慢甘烂咧讲吼，你爱台语的发音吼，爱加字吼，爱就用力的，哦，就会觉得要学习。要学习好，我们这种要台语自己不好，要谦卑一点。所以对这条提醒，咱要安怎分别？也是伫幕后的世界受到要欺骗教会的魔鬼咧。我头头有讲，耶稣医病赶鬼甲传道理，目的是要创啥？拯救人啊，对无？要疼人啊，要互人认识上帝的疼嘛。
咱今仔日的启应文，我拢无凊彩，我是无凊彩咧敬的呢。咱今仔日启应文所读的，咱还阁会记得无？东离西有多远？上帝就使我们的罪恶离我们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上帝对人的慈爱就有多什么？对呀、咱就爱透过咱所读到的上帝的话语来得到安慰，来得到快乐，来得到安怎？来得到稳定嘛。但是灵甲受所做的代志咧，耶稣伫遮提醒教会。因所做遮的新者、甲技术、甲遮有遮的权柄，目的是要创啥？毋敢若是迷惑哪定？后壁咱今仔日还阁有读着吼，还阁有安怎？嘿，要互人惊伊的权，对无？惊伊的权，所以第二者受凡夫世间的人。爱去敬拜第一只受对死力搁活的安怎了不起？他其实这里面已经很明明白白的，因所做的代志是要让你干嘛？纯粹敬拜，纯粹崇拜。等一下，我是安怎今集要掠到14章第5节是有原因，因为我要拉出一个对比，这的恁做领袖的人，因所行的，我讲的领袖不是那种一般在世上的这种管理层，我讲的是真实咧带领性命这款的领袖，就是那亲像耶稣基督这款的地位的时阵，若要甲耶稣真相款，因魔鬼撒旦会做出来是虾米款的状况，所以我有把它经文拉到第14章。咱先转来到第13章来讨论。这个受伊去抬死，无要拜安怎？无要拜上的人，所以是安怎？咱逐礼拜伫教会内面学习敬拜上帝的代志。学习敬拜上帝是为着互咱的信仰甲咱的灵魂会当精英。你若是精英的时阵，你知影你家己咧敬拜什么人？你知影你咧敬拜什么款的上帝？迄毋是人叫你举香，你就祭拜。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上帝的话语是帮助人活起来了后，你的灵魂、甲你的头脑、甲你的信仰、甲你的心是安怎精英起来，你会当清楚。所以伫中的形容中间的形容，我抓给你们看。是安怎教会会受到欺骗的，甲温暖。来，伫第13节，伊讲伊阁惊大神者，甚至伫人的面前，互火降落伫地，哇！从天降火，厉不厉害呀？一般人类做不做得到？我们顶多只是什么？台湾遇到干旱的时候说：“主啊，求你下雨吧。”对不对？我们很冷的时候会说：“主啊，求你从天降下火嘛，让我们比较温暖。”那个基督徒不会做这种很奇怪的祷告，对不对？从天降火，其实伊是在讲什么？他在形容谁？没关系，你就大声讲出来。是谁？旧约圣经的先知，什么人对天降了火？以利亚嘛，对吧？所以若读入摆圣经甲信仰的历史的基督徒，当然知影伊咧讲什么人，在讲以利亚。以利亚开玩笑是个了不起的人类。这个人类甲上帝关系好，甲伊的祈祷安怎？上帝拢安怎甲成甲成？所以伊直咧讲起着哇！所以通常啊，看到这种火从天降，你以为世界的人会知道是以利亚吗？一个人刚刚存下面人会知，只剩下那种对圣经一知半解的基督徒一定知道，类似这个，所以伊可能心内会无定着讲哇，这敢有可能是对上帝来的，对遐来的，因为有权柄啊，除了上帝可以赐下权柄，谁可以得到这种权柄？第二，刷下来咧，要去徛起伫地上的人，甲地上的人讲安怎？
就甲迄只拄着刀伤游玩活地的兽最凶，哈！从死里复活，上帝都没有让教会为耶稣照相。其实虽然很多艺术家也是有啦，但是迄个像是摕来讲故事用的，不是摕来拜的，知无？你若去欧洲旅游，你不要看到像就在那边跪拜哦，知道吗？好，你爱会记得它的本意本心是当时候的教廷，好用雕刻、用艺术、用绘画，好来甲遐个信徒来讲起着福音，吼，用故事，吼，用视觉。那时候没有电视，你当然只能艺术家的作品就很重要，这样才可以讲故事嘛，对不对？所以上是摕来，对教会来讲是摕来安怎做故事来了解，不是摕来拜哦。好，至少新教要这样吧，可以吗？你们是新教的信徒，知道吧 ？OK， 好，好，互伊有权，通用活气安怎入迄个兽的上念内，这个权有偌大？他的这个动作像谁？第二只手用吹气的方式，让那个被造的像有活气，这个是台语，意思就是有生命。来，这个动作像谁？创世纪啊，上帝用什么尘土捏了一个人的样子，有手脚，好，吹了一口气，让他变成有灵的活人。他在学什么啦？学上帝。兄弟姐妹啊，这几个动作都是只有读过圣经、对圣经一知半解的教会跟基督徒才知道的。但是世间的人看到会感觉安怎？哇，好了不起哦！所以心会安怎？会受到吸引。所以重点是他的动作后面发生了什么事。耶稣真清楚把教会提醒，有人要学伊啊，有人要学上帝啊，有人会行过去你所听过的信仰圣经的故事，来模仿上帝，来模仿耶稣的管啊。教会前面，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听四福音书，你会感觉你所认识的上帝是安怎？够温柔的啦。伊祈你所受到的无公平，伊祈祷就好啊。有一天伊会来审判，但是教会无准备的是啥？是啦，伫审判来进前的上帝，搁要做一件代志，他要分出谁是自己人。所以耶稣将这些细节，伫马太福音24章的小启示录，伊伫启示录把它解压缩，所以你会当看到刷下来魔鬼撒旦伊会做什么事情。但是你若是无法度会记你，无法度判断会出来所做的这些代志的目的，你上无嘛爱看到结局吧？结局是怎样？不拜那个像的就会被杀死。这件事情教会你一定判断得出来，因为你没有拜，没有好好做礼拜，上帝会用雷把你击杀死吗？我跟你讲，没有，是不是很想？对不对？所以你记旧买当对一些细节虽梦很像，但是却不是。你一定可以在那个1%0点几、1点几里面判断得出来。规个代志你要看好了，你才会当判得出来，判断得出来。这个带领者伊的信用的真实，你要整个看完，你嘛会当知影你家己信用的什么根基扎得有多稳。所以爱学习无，兄弟姊妹，我甲恁同款，毋是我较高，我甲正兄弟姊妹拢同款。咱自细汉，或者是毋知是成年或是老年之后，咱再来认识这个信用。但是对什么时阵来认识这个信用，我们都是从头学习。咱咧学什么？咱咧学习怎样敬拜上帝的代志。咱拢是做伙咧学习怎样敬拜上帝。所以，不管咱的年岁安怎，我们都是要一起学习。这件代志跟年纪没有关系，
煞遮来伊阁会讲啥？16节伊讲，以后互众人无论大小、好野、送香、自由、萝卜，做萝卜的拢受抗议。先不要讲各种身份、社经地位、权利，哈，这听起来就觉得很爽耳，对不对？我们现在最讲什么平权，对不对？前面你不要话都不要听一半，你不要想说不管是大小好呀送香你就开心了，你知道吗？你在看当人家要这样论述说服你的时候，目的是要干什么？要叫你抗赢，对吧？是人在右手跟额头上做记号。来，这件代志咧学啥？短短的10几节，学了做些代志呢？这个还是得戴眼镜，我都快看不到。来，这件代志咧学啥物？啊？什么？不是哦，旧约，暗示一下。上帝吩咐摩西，甲以色列人吩咐，都将上帝的话语安怎？特别是申命记6章5节，对不对？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啊，对不对？要把它干嘛？系在哪里？啊？刻在心板上，那个已经到以西结了，因为就是说，连外在的手表，手袋你们都看着都不记得了，给我刻在内心，那个已经跑到以西结束了。咱是在讲情的代志，情会带着一个把上帝的经文戴着小帽子放，对，迄是摩西五经，有无？在学什么啊？在学上帝咧吩咐人，伊。短短的10几节内面，耶稣甲约翰透过约翰提醒教会，这就是魔鬼撒旦会做的代志。你所了解圣经的财物，魔鬼嘛甲你知，嘛甲你知影的同款济，甚至比你搁较济。安尼在听有无？所以咱是安怎伫新约的圣经，使徒咧提醒正教会讲，你不要只是读圣经表面上的字义，你要抓条上帝的心意啦，听世间人的心意啦，拯救人的心意啦，安尼爱才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过。那咱活地是无将入捌上帝这件代志好好甲学习起来，刻掉伫咱的内心，甲咱的兄弟姊妹斗阵来学习的话，咱是要安怎面对当有人？既然你是看字面的，最好骗，对不对？我修改一下法条，你要不要信？法律上就是我们当中有法律系的嘛，改一个字，99%每个字都一样，一个德跟一个音，意思就差很多了，对不对？啊，你若无斟酌读咧，人凊彩改一个字，你嘛安怎叫人骗去，规碗捧去？这就是耶稣要提醒教会的代志。但是我要甲你讲，我顶过有讲，你们就抓他的动词嘛，因为你抓他的动词，你一定就知道他的目的。来，叫你在额上做记号。以色列人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右手，放伫额头上，是为了要记得上帝的话。这个魔鬼撒旦模仿上帝所做的代志，目的伫遮啦。你若无这个抗命，你就袂当安怎？他已经讲得很明明白白了。很明明白白，买卖影响的是啥物？咱的经济、咱的生活、咱的生存方式嘛。头前的7间教会嘛，拄着同款的代志。上惨的是安怎？爱顺道嘛，要殉道嘛。所以教会啊，检测咱无可能无拄啊好会伫咱的时间拄着遮个代志。但是遮个代志对教会来讲，对信用团体来讲重要无？咱敢爱传互，咱若是家己无拄着，敢爱传讲互后一代的人知？当然爱啊！信用的态度，敢需要传承互后一代知？当然爱啊！因为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伫上帝的内面看做一间教会啊，所以咱拢是兄弟甲姊妹，咱拢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欠信用的债。我们彼此亏欠的原因在这，所以你抓掉它是让你不得买卖，这个很简单。你现在有没有信用卡？没有的就靠小朋友帮你付钱嘛，对不对？有没有 Line Pay、Apple Pay？
会不会用？能不能买卖？我妈昨天还在那边问我说：“5568怎么下载？”我说：“你确定你真的要？”我好怕。你现在用 APP 我拢就惊。我说，然后他就会觉得很挫折。我说不会，这不是你唔对，这是上帝创造人的性命，就是像这样子。我讲我今麦伫家，你嘛伫家，知无？以前我伫家，你伫家，所以你甲我照顾。今麦你伫家，我伫家，我甲你照顾，敢会使？你可以不要下载 APP 吗？就惊，因为我怕被骗啦。也现在都会那个有个资法。哈，今天稍微长一点哈，因为咱要讲下一个那个城主吼，咱今仔日无城主吼，所以容阮我吼讲较充足一点吼，毋忙咱的核心吼会较少。来处理一个教会界吼历世历代666有听过无？有吼有吼啊，666是什么意思？哈？哦，修为效吧嘛。好，但如果照字面就是兽的数目，对不对？那以前我们都在讲别人是撒旦魔鬼说你666啦，没玩过啊！我天啊，我那个年代好幼稚哈，就这样，我那个年代真的很幼稚。然后只有教会的人才知道你在骂什么，你知道吗？对不对？好啊，现在我们就会用，我们现在就更会人身攻击，但我认为这样不好，我们会用某某某人物哈，他们做过不好，就按你谁谁谁，你就像谁谁谁，然后那个都是一种羞辱的，比较人身攻击的，我个人比较不建议这样做。好，那我们正经一点哈，拉回来处理这个666。我先解说，特别来文的概念，但是你们不要死记，因为这一题哈，在神学界近代的神学界哈，已经有更简单的解释，所以你们记后面那个解释就好。前遐个神学家吼，甲教会我嘛感觉因真对无吼。好来，先解释吼，特别来字母吼。那因为我们是拼音嘛，我们是我们是 b b m f， 对不对？英文是 A B C D， 希伯来文的字母也有22个吼。因每一个数字吼，在阿拉伯数字还没发明之前，以前的人算小是用字母再加上数字的一个合并式的一种概念在计算。好，所以伊的字母1到9就代表数字1到9吼。伊的字母11到18的代表它数字的10、20、30、40号，然后10、11、12、13、14一直到20号。字母第19就进入到100了哈。然后第19个字母20个字母、21个字母、22个字母就分别代表100、200、300哈。这是迄笔来的数学甲因的字母字母吼。建构出来的逻辑哈，咱台湾人，你不要太辛苦，好，不要把你的头脑，如果你跟我一样记忆力很短暂，你不要浪费你的头脑在这上面。我只是先跟大家解释哈，为什么这么几百年来会有一个歪楼的一个，我自己认为啦，现在我敢讲歪楼哈，20年前我还不敢讲。好，因为666哈，那个少了一张 PPT， 我后来有更新了。好，他没有写没关系。我后来有加一张 PPT， 因为我只是要举尼禄这个皇帝而已。我只是多做了一张 PPT， 是让大家看到为什么过去的教会拢认为开始流咧讲666都是在讲尼禄皇帝，因为他的字母被翻译转换成希伯来文，对应每一个阿拉伯数字加起来数字是什么？666谁叫他那么刚好，大力在迫害当时候的基督教会，所以大家就认为他是谁？他就是那只兽。是安怎我有伫周二查经班，也有伫一寡读经会伫咱本教会，我有解说。是安怎我刚开始了，我很刻意的去历史脉络化，我就是怕教会犯了一个错误。嘿，尼禄如果出现过，你现在还会怕兽吗？过去式了，你怕什么？你要谨慎什么？都已经干嘛？尼禄现在还在吗？没关系，那个没关系了，没关系，就用这个那一张没加，没关系。我只是想让大家看一下，我还是有做功课的而已啊。
所以没事，没关系啊，没关系。好，所以想到我很刻意去历史脉络化，是因为近代的教会讲到，我不想带大家落入一个错误。谁斯大林啊很坏啊，拿破仑那时候好像碾压各境吼，然后还有什么西先生吼，都是受，那迫害教会。但是我不要教会犯一个错误，你若竟然认为已经受所作所为都出现过了，你还会怕吗？你还会谨慎吗？不会，你会失去谨慎的态度，这是我上惊现代甲未来教会会发生的代志，因为就是无谨慎，无互咱的灵魂精英的时阵，就会失去判断力，失去判断力最容易被骗。好，你就记得了，这个就是我要跟你们大家提醒的。所以666洗下777的仿制品，你们记得这个就好，因为我认为这个解释最符合、最贴近提醒。666，伊很接近。敢若要像777，7伫圣经内面是完全是代表上帝的数字，对吧？伫希伯来文哈吼，伫台湾人1、2、3、4、5、6、7是 lucky seven， 所以你不能用台湾人的文化去读是去读圣经，知道吗？它不是 lucky seven， 伫圣经的内面，7的开始、10的开始、12的14，拢是属伫上帝的数字。这它有这个信用的意涵是伫咧遮，所以咱伫教会咧学习上帝的代志吼。这个666，耶稣用这个概念来提醒约翰，就是讲有人要学伊，学敢若真神，就是欠一点，就差一点，就是差一点，很接近但差一点。所以你抓这个仿制品，所以你得伫这段12章到13章，你得会当真清楚看到。它是一个在复制谁？在复制你过去所认捌的上帝，你过去所相信的耶稣，你过去伫圣经所读过这些先知，你过去所看过这些神迹甲技术。所以最重要是谁会被骗？当然是教会啊！所以你圣经你不要读那种一半的，不要读一半，不要读那种一知半解的，因为那是上容易被骗的。最后一段来处理一下，又搁安怎？我搁看，所以耶稣和约翰搁看见另外一个对照组吼，因为前面那一个唔捌上帝，对圣经真理一知半解，一定会安怎受影响，所以会去抗议嘛。因为买卖怎么办？我没办法吃思乐冰了，一定要可以买卖啊，所以要去抗议。它的关键在可以买卖。简单来讲就是生存大计。好，另外这周是14章，这1到5节，我搁看，看见又搁徛伫孙山，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就是上帝徛去掌管作王的所在，锡安山甲伊伫地有144000人，拢有杨过的名甲伊的爸的名写伫倒位，写伫因的头额。这边拉出了一个对照组，前甲受有抗议的人有无？后来对杨过伫头额顶面有抗爸甲杨过的名的因的人有无？有没有？两对照组。所以我今仔日会讲特别提醒教会，你的头壳要看什么人的印？兄弟姊妹，耶稣已经讲，这个就是关键嘛。你的信用是除了互你有信心，互你会当伫平常的时得到安慰、得到快乐、得到得到拯救以外，你还阁会当真正好的真正。所以你要清楚，你是属伫什么人的？你是属伫什么人的？有杨过的名甲爸的名嵌伫面顶，这个概念就是你身上有啥物款的记号，表明你是啥物人的奴仆，啥物人是你的主人。敢会莫伫末后的世界晚节不保，咱莫互咱的信用伫盖棺论定的时候晚节不保。爱谨慎，爱学习敬畏上帝，爱查考上帝的话语，认捌伊的计划甲旨意，爱清楚。咱家己是愿意，什么人做咱性命甲信用的主人？莫伫最后失去信用的判断力，
也失去永远活命的机会。兄弟姊妹啊，读上帝计划好不好？至少你安心一半了吧？你至少大概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不是被骗钱，不是被骗色，骗感情好了。所以信用、恳求相信帮咱伊所听的教诲，咱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一直锻炼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头前求上帝帮咱，信他就信到底，信到落尾的人要得到永远的活命。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搁一遍，你搁透过你清楚甲阮讲，世界会发生什么代志，教会爱面对什么款的前景。主啊，阮实在是卑微无够业，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圣神的帮助，互阮会当平常在敬拜你的时，我们就锻炼磨练我们信仰的敏感度，伫阮的生活甲信用的行做顶面，我们是越来越坚定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我们对你的信靠，求你也保守，透过阮的传承，透过阮性命的行做，将福音、将恩典、将真理，互世世代代的教会会当挖去。主，求你也帮助阮，我们的身上想要盖的就是你的记号，是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是天父上帝宝贵的名字，因为我们要跟所有信到底的人一起唱那得胜的新歌。主，谢谢你，求你这样坚固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同心感谢祷告，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柯牧师的信息，愿咱每一个人拢好大认基督，咱拢是属伫耶稣基督的，咱掠着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咱做伙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请要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群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用圣诗551首，好大好大认基督来回应上帝救赎的恩典。圣诗551首，咱做伙起立来吟。自错君兵掉队。
请坐。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主上帝的疼。上主，阮感谢你的疼痛，你时时在敲找失迷的阮，将阮带转来你的面前。你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甲恩典，将阮赎回，互阮通做你的囝儿。求你帮助阮，透过你宝血的恩典，甲做你的干净，来面对信仰的真正，互阮有智慧甲谨慎的心，来分辨特种的美色。阮也搁一遍伫你面前立志，用你所想事的来回应你的恩典。愿你接纳阮的奉献，互阮有智慧使用伫你的事工。祈祷是我靠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今日敢有新的朋友？今日有侪上大的朋友做伙来做礼拜因为因念伊要去参加阿万这个对主礼拜，请松大的同学请起立好无？互咱欢迎松大的同学。对，松大的同学，好，咱来唱平安礼的诗歌。咱唱2届，咱互相厝边隔壁拍一个招呼吼。我因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来听你，咱互相拍一个招呼，先好。好，咱搁来唱一届哦。我因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宝贵的大师，咱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记载伫启示录第13章第9节甲第10节。台语读一遍，华语读一遍，请。既若有耳孔的，着听；若有掠人的，也要互人掠；用刀杀人的，也要受刀杀。圣道的吞忍甲性在伫即个启示录13章9节甲第10节。华语请。
凡有耳朵的都听吧。该被掳掠的必被掳掠，该被刀杀的必被刀杀。在此，圣徒要有耐心和信心。启示录13章9到10节。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消息。第一点，下主日礼拜了后，中昼11点半要伫小会议室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备办心来参加。小会公告伫第550届的小会的会议通过9月13中级的选举的会议吼，有符合资格的级数的候选人的名单一定公布伫个公布栏，请咱家己看。另外，小会长老的名单吼，嘛要伫个小会员开会了后，会紧来公布。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为中级的选举来代祷。第三点是刚刚松大的同学有起立嘛吼，松大的返校日吼，伫个8月28号拜五下午10点吼，开学的感恩礼拜伫9月8号拜二下午10点，请兄弟继续为教会社区的事工来代祷。第四点，本地今日有个新人主日学吼，毋过咱就邀请到周怡静护理师来分享吼，但是伊公司的身体状况吼，所以今日的成人主日学咱先来取消吼，教育总必组会阁另外来安排。第五点吼，华语礼拜伫8月29号拜六下晡5点吼，迄天有要举行圣餐，请要参与的兄弟备办心来参加。第6点就是要过来宣传秋季的神学成长班吼，咱即届吼，搁一届邀请到张庭玉老师要来讲神学概论第2的课程吼，请兄弟踊跃来参加报名吼，报名会用伫个公布栏来登记，也是甲新义长老，也是徐亚荣姐妹来报名。上课的时间伫9月16号拜3开始，暗时7点10分到9点10分吼。报名是1000块吼，你若全程的退500块。即届的主题吼，嘛是要来讲认捌上帝甲认捌人吼，请咱做伙来合适来上课。第7点是关怀事务组的报告吼，教会的主堂、副堂、交易厅、甲教育馆，阁有办公室的管线吼，阁有防漏、甲厝顶吼，拢继续伫个检查甲修缮吼。若是咱有发现教会其他所在有需要修缮的所在吼，请向这个绿建干事还是小长老来反映吼。嘛请兄弟继续为着教会的这个修缮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具体的消息就是主讲有讲到万姐伊伫个8月4号拜二暗时9点59分吼来离开咱。本主日下晡2点吼，要伫个沐浴堂吼，就会伫个罗斯福路2段117巷哈，离我们很近，要举办追思的礼拜，愿上主安慰遗族，甲嘛请兄弟来关心代祷。咱要做伙去恨死的兄弟吼，因为新人主日学取消吼，所以咱是毋是礼拜了后，咱就伫个主堂来集合来认识吼。好，第2点是小长老甲总会议指示的查某囝吼，乔伊吼，伊要甲凯文要结婚吼，因的感恩礼拜定伫个今年的10月10号，咱要做伙去参加，咱要家己去吼。你能去迄办公室的前面吼，贴在那个布告栏，因为各自的关系吼，所以我们现在有各自的，我们都放在办公室前面吼，你可以去登记。因为吼主人家用算人数来定档吼，所以你也要参加，你就爱先去登记哦吼。愿上帝赐福乔伊甲凯文要建立的家庭。团契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吼，有青年团契甲少年团契。好，今日公道的事项吼有
为心灵软弱、身体欠安，还佫有侪无见的兄弟来祈祷，嘛有为暑假吼安排出国旅游，出差工作的兄弟，嘛为固定教会的事工，为着教会中级的改选、神学成长班咱的建筑的修缮，嘛为着咱本会伫个咱教会出入的共学团、合唱团的这些团体来带导嘛为着台湾政府执政团队，嘛为着国际间发生的天灾，佫有受害的人民来祈祷。咱请牧师来带领。咱同心来祈祷。顾念人的性命甲灵魂的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要将阮心内的欠缺甲不安，佮有阮的毋茫祈求，要甲你讲，我也恳求上帝你差派你的圣神，甲阮的心同在，互阮知你所想事会平安超过阮人的所想所求。阮靠耶稣的性命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伫阮中间心心灵欠安的兄弟，仰望主你的怜悯，你医治的大权能伫因的身上，也扶持因的家庭、因的烦恼、因的目屎。主，阮拢恳求你帮助因，也求你保守伫暑假出游的家庭甲兄弟，为了工作着磨的兄弟。恳求主，你也保守因的出入、因的交通，拢会当平安。在世间努力打拼是阮的责任，但是仰望平安甲稳定是出于上帝你的旨意。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为因来守望祷告，也为着教会事工仰望主你的掌管。无论是教会分中级的改选，阮伫教会内面要学习神学。也是阮教会艺体的欠缺，主拢恳求你掌管伫这中间，互阮伫做的中间，阮有学习；伫阮学习的中间，阮会当谦卑；伫阮谦卑的中间，阮也看见敬畏上帝的心，就伫遮。愿阮所做的一切，拢归荣光互你。也为着伫本教会出入的共学团，或者的师生、家长、家庭，或者是合唱团体这团员，主，阮拢恳求你祝福伫因的身上，求你会当透过因出入教会，无论是拄着人，也是伫艺体，或者的出入，因拢会当感受到上帝你满满的稳定甲祝福，也求你的圣神透过因甲阮的小组，会当感动因的内心。也保守因的生活甲性命，伫主你的时间的内面，会当领受你的救恩。为着台湾的政府，也阁有所有的政治人员，主啊，因拢是用因的专业咧照顾即个土地。但是主，阮也要为因来祈祷，求你互因有疼心甲智慧甲能力，互因所做的代志对人民有利益。会当互所有徛起伫即个所在的人欢喜甲快乐，也阁有幸福。为了伫国际中间所遭遇着天灾性命失去性命的家庭，主啊，阮求你怜悯。阮知你的心也真毋甘，但是阮搁较知你是掌管性命的主宰，性命在伫你。但是关心、疼心，甲奉献在伫人，会感动主，恳求你感动阮，会当互相带导、互相关心、互相扶持。主，愿阮的祈祷拢通得到你的欢喜，归荣光互你。同心祈祷是我靠耶稣的名，阿门。做伙来唱落尾的圣诗，请起立。上主大人啊，愿点你
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阮主应甘变照你，应主必款待你。主信心无受你对，只是到永世代。愿上主大忍耐，应踮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阮主应甘变照你，应主必款待你。主信心不受你对，只是到永世代。愿圣神甲恁三个同在，愿上帝的话语固守恁的性命，愿上帝亲身保守恁的心，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心来发出。也愿圣神帮助上帝所听的教诲，知咱的身上要砍什么人的印，到迄一天，咱要伫正人正天使面前认上帝是咱的上帝，上帝也要伫正人甲正天使面前认伊的百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再来起身。愿上帝赐福咱大家。请送单的同学吼，咱休困5分钟吼，我铺已经印好啊吼，咱转来到伫礼拜堂吼，咱来锻炼，等一下要献诗的时歌。